下一张。
喂喂喂，好，有的话了，嘿。什么要注意？好。金明来了吗？金明来了。金明，请呼叫金明。金明在音控室吗？哦，他可能又哦有来，金明来，金明来。一号麦克风。喂喂，123，123，123。哎，正美，正美。你可以放他桌上。就是陈德明。领走点。对啊，我没有问他，因为我没有碰到他，没有搬那个。对，你怎样？颜辉啊，我就快在。
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伫感恩节的今仔日，咱带着欢喜、感恩的心来到教会。伫遮，咱有少年上帝予咱的恩典，若无，今仔日咱伫咧少年感谢的时，也将心献上。咱来串联信息，请咱掀开312首。312首的第2节，第一句、第一句有效吼，毋是有效。啊，后来咱来看第2节、第三节，四个音嗯，毋是音影，四个音嗯，吼，有效音嗯。后来咱来唱第2节。
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我要伫你欢喜快乐。至悬的啊，我要学罗你的名。信诗，咱三甲来吟信诗第452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452首，请会众起立来吟。请咱游玩徛伫，咱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12个死埋葬。罗因府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罪孽罪，被上帝的大平，伊要对咱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6篇，诗篇第23篇，我来启，请咱来应。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
伊互我的灵魂精英。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缀我到一世人。三我来祈祷，亲爱的主，伫即个感恩的季节。阮心底充满感谢，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你牺牲的疼，互阮白白得到恩典。主，感谢你做阮生命的主，坚固的石盘，患难中的避难所。感谢主，互阮有教会的生活，有牧师做阮的牧者，有兄弟姊妹。是阮的肢体，互阮伫上帝厝内底享受主的同在甲欢喜。主，阮嘛要为着即年来发生伫阮身上所有好甲无好的代志来感谢。有时咱的祈祷，上帝敢若无听，咱的祈求，伊无互咱要伫的答案。求主。互咱的目睭注目伫你，知影上帝的回应，毋是照咱所期待的，是要爱咱学习搁较侪的听候、信靠甲顺服。这内面有主你稳密的奥妙，上帝意念赢过咱的意念，伊的道路赢过咱的道路。当咱行过迄个未知的旅程，搁回头来看所行过路，就会看见上帝水的旨意，以及伊充满恩典的记号。阮的心要安尼感谢而乐。亲爱的主，今仔是感恩节的主日，你讲，福人的比客人的较好，爱谢世的得到丰盛，论责人的要得到论责。感恩上帝。互咱的，以及伊捌甲咱摕走的，感恩咱所付出的，看到伊加倍的祝福。欣赏就是看咱所无的，感恩是看到咱所有的。感谢上帝，互咱伫顶礼拜完成教会年度的事工的计划甲预算。感谢你使用有限的人参与你无限伟大的事工。感谢你，互阮的教会对内对外奉献拢有成长。咱建成教会无好野人，但是咱有诚济有心的人，一滴一滴的水正做海遐大，一粒一粒的土沙结做地甲山。因为我们建成，我们有爱。亲爱的主，伫即个感恩的季节，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毋管是教会，也是阮逐人所行的路，有完成的事，嘛有无完全的遗憾，有欢喜的快乐，有艰苦的目屎，阮拢要充满感谢。因为阮明白你是坐伫宝座的上帝，嘛是耶和华祝福满满的神。阮安尼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学了圣歌对今仔日要用上帝信息极大来赞美。
天父信息遮尔大，是落互我感谢主。圣经今日的圣经记载伫但以理书第2章19到23节，但以理书第2章19到23节，因为今天是华语礼拜哈，所以我们会有圣经有台语加华语，伫咱的周报的后面哈。我先来读咱的台语汉语的但以理书第2章19节到23节。这个秘密的事，就伫明示异象中对但以理显明。但以理就学了天顶的上帝。但以理讲，上帝的名应该受学了到永远，因为智慧权能拢属伫伊。伊变换时期节贵，伊废无王、设立王，将智慧予智慧的人，将见识予聪明的人。伊只是深学秘密的事。暗中所有的伊拢知，光也甲伊相甲大。我的日子的上帝啊，我感谢你，学了你，因为你赏赐我智慧才能，答应阮对你所求的已经指示我，因为你有用王的事指示阮。但以理书第2章19到23节。这奥秘就在夜间异象中显明给但以理，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上帝。但以理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和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间、季节，他废王、立王。”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洞悉幽暗中的一切。光明也与他同在。我列祖的上帝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我们所求问的，现在你已经指明给我。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讲到，咱请义杰牧师，伊的题目是感谢上帝。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
无所不能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收赐耶稣基督，正做阮每一个人的救赎甲盼望。阮今仔日透过你的话语，搁一遍对阮来讲话。阮中间有身躯悲痛，有心年忧伤的兄弟姊妹，愿主你的信心的大开咱。倾注来安慰甲扶持，阮安尼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从10月份开始，我们按照新眼光的读经进度，我们从耶利米书看见了耶利米在约西亚王在位第13年，他蒙召成为先知。耶利米蒙召的世代是一个公义无法伸张、偶像林立。在位者常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怜悯人的上帝依然透过先知的呼吁，发出悔改机会的信息。但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心硬如石啊，以至于在主前586年，以色列这个国家被巴比伦所消灭。死伤惨重，存活的人民被掳到巴比伦为奴隶。以色列人开启了一段流浪的历史。上周读经的进度，我们也来到了耶利米哀歌。我们首先看到了耶利米写哀歌来凭吊圣城耶路撒冷。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也给陷入黑暗中的以色列百姓一点点的亮光。什么亮光？就是唯有悔改、感谢上帝，才能够带来新的希望。这个礼拜，我们按新眼光读经，我们来到了但以理，我们总算离开了耶利米。但以理书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他乡70年，漫长的岁月当中所发生的一些故事。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2章19节。2章19节，好，读那个下面哈，好，来，请。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书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弟兄姐妹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故事是这样子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位第2年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他的睡觉的时候，他会不断的做梦。我们家的女儿大女儿听说每天晚上都会做梦啊。但是尼布甲尼撒他心里非常的烦乱，所以牧师讲他应该是做了噩梦，以至于他不能好好的睡觉。他非常的愤怒生气，他吩咐人将术士、巫师、行邪术的以及占星者招来皇宫，希望这些人可以来帮王解决问题。这些可以说是王的以我们现在讲的国政顾问团，或者是专业的医疗工作者。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看到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问题。一个统治强大的军队，拥有巴比伦最高权力的一个王，他纵横沙场，杀敌无数，他可以任意决定一个人的生跟死。可是他如今却经文说他无法安然入睡，仿佛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巴比伦王他是一个巨人，可是来到了梦中，他却成为一个矮小的侏儒，他被限制的。晚上睡觉对巴比王来说是一个噩耗的一个开始。牧师唔知影困即摆对咱在座较年长的兄弟姊妹，唔是真艰苦的一项代志，困袂去。因为只要一睡，巴比伦王他就被他梦中恐怖的情境折磨跟惊吓，这样的结果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信仰里程当中，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困境、艰难以及机会，或者是在重大决定的时刻的时候，我们是和巴比伦王一样，我们如同病急乱投医，我们非常的愤怒。或是呢，我们是想依靠自己的智慧、权势，我们自己的计划，甚至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呢？而在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在那个当下，请问上帝被我们放在哪里？上帝不见了，还是我们愿意学习但以理，他感谢上帝？当问题临到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他与他另外3个伙伴，他们一起的谦卑的祈求天上的上帝赐下怜悯将奥秘，也就是巴比伦王他所做的一个梦，而这个奥秘，也就是当我们所面对遇到的事情、难题以及我们的方向不明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智慧。恳求上帝的怜悯指引给我们，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常常我们可能基督徒在祷告当中，我们会命令上帝你应该怎么样，上帝你应该怎么样。如果上帝是一个很受人操控的话，他就不是上帝了。接着我们来看经文20节到21节。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20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以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当上帝将奥秘显给但以理，但以理并没有因此洋洋得意。我们基督徒常常有很多属灵上的骄傲。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反倒感谢上帝奇妙的作为，颂赞上帝的伟大。因为但以理知道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洞察一切，每一件事情没有经过他的准许，绝对不会发生。他是一切智慧的来源但以理何以可以如此的认识上帝？难道我们不好奇吗？而这样信仰的典范，不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吗？在但以理书1章8节说到，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也就是说，但以理他不吃巴比伦王给他的提供的任何的食物。短短的一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呢？对于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吃王的膳，喝巴比伦王的酒，表示他们跟王有亲密的一个关系，王就成为他们生命的依靠。依靠权势，这其实是一条在人来看是比较好走的一条路尤其是在那个当时，他们是被掳，他们在被掳到异族的当中，有吃有喝，甚至他可能有平步青云、一飞冲天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他要以这样的权势划清界限，他不让自己的信仰受到玷污，纵然因为他这样的决定有可能丧失生命。但以理要顺从的是上帝，而不是巴比伦王，因为但以理他打从内心他立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是掌管人的思想跟意志。也就是说，但以理他将上帝以及他上帝子民这个身份，他怎么样？他放在心里面，他守护着上帝，以及守护着他成为上帝子民的这个身份，他守护着。但以理他感谢上帝，他对上帝充满了信心，他坚持不被外在的环境所同化。
而我们也看到掌管万有的上帝亲自介入参与，影响着历史。经文但以理书经文1章9节说到，上帝使但以理太监长眼前蒙恩得怜悯了。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吃王的食物，他也没有被处死，上帝的让他得到蒙恩得怜悯。弟兄姐妹，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其实和但以理是一样。目前的环境对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不友善的一个环境。牧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觉得，还是觉得目前台湾对现在的世界对基督教信仰是非常友善的？世界的价值观常常用各种充满诱惑人的偶像，常常利用各种的方式，让我们碰到艰难，让我们碰到病痛、痛苦，让我们盼望的得到名声、权势。我们最近看到权势、霸凌的事情，到处都有。情色、数字、亮丽的外表等等，想要混淆我们基督徒的心啊！当你觉得是友善的时候，那可能是你随波逐流，诱惑我们怎么样？远离上帝，甚至轻看自己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如今的基督徒，每一天，甚至可以说每一刻，面对的都是一场又一场的属灵的征战。有时候，我们是否在夜深人静，或者是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怀疑过上帝？上帝，你人在哪里？你怎么没有听我的祷告啊？你怎么没有改变我的生活，还让我一直这么的苦？或者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失去了初信时对服事的一个热情啊，让我们快变成做礼拜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不再参与服事，我们的生命是否常常处在两难之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爱上帝，但我也好爱这个世界。我们是否常常单单想说为上帝燃烧自己为主所用？可是我们又常常瞻前顾后，生怕我们好不容易已经抓到了，我们已经所拥有的失去呢？在信仰旅程当中，牧师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很多的担心、害怕及放不下？但对但以理来说，纵然大敌当前，在这么危难的时刻里面，他依然感谢上帝。他从他的内心发出赞美。在经文22节，他说：“上帝显明深奥隐秘的事，上帝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上帝同住啊。”但以理他知道，他之所以有能力为王来解梦，一切都归功于上帝对他的启示。上帝是光，连最黑暗隐秘的角落也被照得明亮。那些人不易明白，甚至在我们来讲可能还没发生的事情，上帝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希望上帝要往左边走，可是其实上帝知道，他看到我们之后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了。他希望我们往右边走，可是我们呢？我们看不到那么远，我们都只看到当下。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掌管一切的上帝啊！当我们可以如同但以理下定决心，我们立志立什么事？我们不让世界的价值观
将我们绑架的那一刻起，当我们立志不让世界的价值观绑架的那一刻起，圣灵的保惠师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啊！我们不要，当我们立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上帝那个微小提醒的一个声音，让我们对上帝有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们更深的经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为你我牺牲的这个爱啊！感谢上帝在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也因为上帝，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生命将不会再过着进退维谷，或处在两难之间，甚至举棋不定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啊！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有想到急或不然。我想大家都知道急或不然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祷告急或不然，上帝不照我们的意思，我们依然要如同但以理以及他3个伙伴一样，我们立志要怎么样？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此时我们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20节所说的，也是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身。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个多棒的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我们不再孤单，我们不再被以往的东西所辖制，被我们原生的家庭所捆绑，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拥有一个骄傲又尊贵的一个身份啊！最后今天的一段经文是23节说：“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许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有人这么描述基督教是一个感恩的宗教，牧师也非常的认同。因为当我们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之后，我们会更清楚什么？其实我们人是非常的渺小，许多的事情我们看似很自然会发生的，比如说晚上睡觉，早上起床。我想在座没有人去想这个问题。牧师，我晚上睡觉，早上一定起得来啊？还是我晚上睡觉一定早上起不来？有人就起不来哦。走路、吃喝玩乐，弟兄姐妹，牧师刚讲了，若不是上帝的保守，其实没有一件是说一定会有的，就自然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已经自然会走路。11月6号，牧师神学院的同学，华江教会的林银昌牧师有来跟我们教会讲道。他也不是运动员，但是他的膝盖的半月板竟然受伤了，可能是在牵摩托车的时候去撞到。他因为有3个很小的孩子，以至于师母没办法抽身去医院陪他，所以义杰牧师就化身为专业的看护，来陪他，他需要的，我这个专业看护都要来提供他。手术顺利出来之后，手术大概有3个小时，护理师特别交代，因为他这个是开脚，所以他的食物没有禁忌，什么都可以吃，因为牧师知道在竹围那个地方
有一家那个咸酥鸡炸鸡排非常的好吃啊，这个是之前魏长老介绍的哈。我想我等一下会晚上会买给他吃。但是护理师有提醒，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尿尿，而且尿出来要来赶快告诉护理师。我想说，尿尿简不简单？简单啊！好，义贤牧师就开始了，跑医院跑进跑出，我就开始大量的喂食啊。那边有全家，还有面包店，买面包买咖啡。但是时间一直过，他每次要下来尿尿都非常的不方便，因为他动了手术，脚还要慢慢移慢慢下来。他试了好几次，怎么尿就尿不出来。我想说是不是我在，我就是跑出去，他就尿不出来。牧师那个银昌牧师非常的泄气，我就去跟护理师讲，他真的尿不出来。护理师就开了一个药要让他吃，然后还跟我们说，如果到下午还尿不出来要装导尿管。我说哇，这么严重啊！弟兄姐妹，对于尿尿一般来说都是轻松平常的事。你们一定很奇怪，牧师怎么在礼拜堂讲尿尿2个字？就好像呼吸一样的自然，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可以上厕所去尿尿，或者呼吸。可是当我们无法正常上厕所的时候，当我们无法正常呼吸的时候，我们才深刻的觉得怎么样？活着真好啊！身上的每一个器官能够正常的运作的时候，我们都要感谢上帝。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回想2024 1月1号到11月24号，总共有328天的日子里面，我们大家回想一下，这300多天的时候，不管我们出游、旅游，如愿找到工作、升迁加薪，我也知道我们教会有人金榜题名啊，有人结婚生孩子，有感谢上帝吗？还是在场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多次的出入医院，身体的病痛，度过了好几次艰难的困苦，你有感谢上帝吗？或者是在享受教会的团体生活与服事的喜乐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是很正常的，你有感谢上帝吗？昨天我们的妇女团契一行，大概将近20个人到猫空，牧师单单看你们拍的照片，我就感谢上帝了。我感谢上帝什么？我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到山上去享受上帝所创造的万物，然后彼此在那边喝茶、交通扶持。我感谢上帝这一个非常美的画面。但是我不晓得这20个人，你们有感谢上帝吗？应该有啊！基督徒强调的，不管得时或不得时，都要感谢上帝，绝对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常常说，我们建成好多的孝子孝女啊，牧师常常看到这些的画面，我都感谢上帝啊。早上看到俊杰推了他爸爸推着轮椅推到教会，我感谢上帝啊。牧师去全家买咖啡的时候，看到五郎牵着他妈妈的时候，我感谢上帝啊。也看着玲玲跟外劳陪着爸爸来到教会。今天也首次看到那个德明长老的女儿，牧师很开心。德明长老
女儿在这边，牧师要跟你讲哈，爸爸哈，我们都跟他讲要拿个拐杖哈，爸爸都不听，他坚持不要，已经牧师讲到都不能讲了。他就是这样孩子他也是会来教会啊。那今天看到你陪爸爸来，牧师真的非常的开心。昨天圣歌队练习结束下来之后，牧师看到进修的二儿子来接他回去，牧师真的满心感谢上帝。可能我们在教会的团契当中，会有一些的委屈，甚至团契的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忍耐、包容，甚至的团契当中、教会当中，许多人常常在奉献，许多的人常在服侍。但是牧师要说，能够奉献，能够服侍，我们依然感谢上帝。我们在这个团契当中，可能有委屈，有包容、忍耐，我们也要感谢上帝。上帝透过团契，在形塑我们，在雕塑我们。因为是感恩节，在礼拜五的时候，牧师对社区都会有15分钟的心灵鸡汤。牧师就问长辈们，有什么要感恩的？我们这些社区的长辈很可爱，其中有一个已经91岁，他说我每一个礼拜都最期盼的就是礼拜五下午来建成教会唱卡拉 OK。他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看到浸会长老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们感谢上帝，这些社区的长辈，你看，很多的长辈说来这边可以很多的好朋友。当然啦，也有一个长辈对牧师很狗腿，他说看到帅哥牧师我就很开心，是有一点夸张了有点夸张哈。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但以理对上帝的信靠，急或不然，急或不然，我们依然要感谢上帝。今天是感恩节的特别礼拜，点一下，我们依然有大手牵小手、献心献银的活动。这是建成教会非常棒的一个传统，如同早期的犹太人，他们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带着感恩的心，他们往圣城耶路撒冷去朝拜，他们欢喜，他们扶老携幼，他们带着他们的礼物。我们今天等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所布置的这个？我们每一年的布置就让牧师惊讶，非常的惊讶不止食物花样很多我们布置的人真的是非常的用心，正是今天已经布置用上了我们前面的花圃，我们前面的花都用上了我们一定要注意看，我们一定要注意看。所以我们等一下弟兄姐妹，我们要等一下牧师会讲道完祷告之后，会有5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来写这个卡片。牧师已经写满了。其实牧师有时候蛮难过，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只有写2个字。我觉得上帝的感恩不可能只有2个字我们回想这1年来许许多多的事情，牧师希望你5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好好的想，好好的写。牧师第一个就说，我可以活着，我好开心因为我可以服侍上帝的教会，跟陪伴弟兄姐妹面对生命当中的点滴。然后我们等一下也会有献银的活动，这个是现金献银我们对上帝的一个感恩。那之后我们还会有一般的奉献一般的奉献。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数算这一年你对我们的保守与看顾，我们心里充满了激动，我们的眼泪不断的流下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出我们入，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世界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意外发生，你依然保守我们。我们有看过很多的公司倒闭，股票变成壁纸，可是你依然让我们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有工作。我们有看到建成教会，你依然保守，在这样混乱的当中，我们的事工，我们所需要的主，你都供应我们。愿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的感恩卡在我们的座位前面，这个有亚克力盒，那边一排有4张，大家可以自由选你们喜欢的花色，然后我们的笔，我们的干事都为我们准备好。那如果在3楼前面第1排没有的话，可以往后面看，一定会有剩，好，一定会有剩。如果不够的2楼也会有。我们有5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把自己在过去这1年来感恩的事项，给它写在这张小小的卡片上。那写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感恩卡连同我们准备的感恩奉献，我们就依序从走道的右边右侧上到台前来，把我们的感恩卡跟感恩奉献放上来。那如果不方便爬楼梯的，我们在下面也有预备一个位置，我们就是右上左下。
我们鼓励也欢迎有爸爸妈妈的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如果有爷爷阿嬷的，也可以跟爷爷阿嬷一起来，就是全家一起大手牵小手，一起献上感恩。那有在主日学的小孩的父母，也可以上到4楼或5楼，带着他们一起下来献上感恩。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1年来的保守。主，不论是春天还是寒冬，主，不论你是在建立、栽植，还是在拔出、毁坏，主，我们相信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切、每一项事情，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种下那个非常棒的一个养分，好让我们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可以向上发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当中的丰盛。今天我们只能用我们虽然看似微薄，但是我们的全心全意摆在主你的面前。愿主你悦纳，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感谢、仰望、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回应诗信诗第312首，出日落雨是主所定。信诗312首，请会众起立来吟。请坐，奉献，咱请服侍同工。
咱即马三甲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公道，咱来关心咱教会以及社会世界逐项事，公道的事项共款，咱以及年尾啊，咱教会仪上共款宣传正信道，万民该做事。咱毋茫今仔是感恩节，咱也欢喜，咱听到好的信息。毋茫真理的信行来光来照咱的心，互咱搁较认捌上帝，互咱好胆来跟底主耶稣做咱的做主的门徒。具体，咱为了德明兄、丽水兄、清光兄、清光兄、郑秀姐、丽慧姐、易梅、文成、秀荣、张美、舒琪、以诺。佩莲姐、杜昭、雅娜、怡君、志坚、龙志、沈淑慧、倩如，特别是为咱敬听的吴文将长老，伊搁伫咧教学陪伴，咱继续来替伊祈祷。过来就是为了咱圣诞节，咱即马感恩节了，过来圣诞节期逐项的准备，咱为了明年度时间的计划，甲正信度，咱要。进行中间，咱大家当同心合意来做工，咱就为这个事来祈祷，咱三甲做伙来祈祷。请俾阮的上帝，做阮的主，做阮的上帝，做阮的帮助，做阮的时的帮助。你无时无刻看过阮，你互他知，你就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神，你做阮的保护者。阮的目睭单单仰望你，看过你就会赏赐阮，超过阮所求所想。你无一项事，你讲若无你应允，无落地上。阮教会所要做的，你拢知。阮教会我们建成，我们爱，伫这中间要来落实，伫这个教会，祝你默默来放山，默默施恩来祝福。感谢主你，将三个地，伊是毋是？感谢上帝赐予阮过去一年的食物，互阮拢真饱足。感谢上帝，虽然有身躯病痛，但是主是阮永远的倚靠。感谢上帝，有时你甲阮关即个门，但是你会替阮开另外一个门通。感谢上帝，伫阮欠缺时，你会照你的恩要会丰富，互阮充足。感谢上帝，你是甲阮三个地的上帝，所以阮袂到伫孤单。感谢上帝，引带建成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来算数，一年来阮所要感恩的代志，阮也要看过阮伫受苦中的肢体。求你来医治。即时阮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三角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五日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像伫天里。阮日时今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赐阮日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
代代无尽。阿门。报告，今日是感恩节吼，真欢喜，大家拢充满欢喜的心来参加礼拜。今日报告大师，原来咱来介绍，今礼拜来咱教会地面长老的女儿哈，颜辉，陈颜辉，我们请她哈。望颜辉每个礼拜让带爸爸哈，等长老来家做礼拜哈。他也很会跳起哦，你等一下结束后可以看哈。好，咱这是后礼拜的聚会，也是咱所要服侍，刚刚咱家己周报，家己来准备心来备班。教会消息，感谢咱拄已经举行上行感恩的献心献银活动，咱拢感觉真感动对咱感谢往安尼来回应咱的上帝。重要就是咱礼拜，即马礼拜煞，即礼拜。今仔日是感恩节，咱教会日程吼会一家一菜。咱感恩节无普通一天，就是食爱餐的尔。咱是每一个咱的兄弟姊妹有心的人，伊会将伊的手路菜，今仔日有伫楼骹会提供吼。咱欢喜今仔日参与的歹势，兄弟姊妹拢总会当来。享受哈，这个我们今天的感恩节爱餐，但是要特别我是是关怀组哈，嘛是爱餐部哈，特别交代的是，咱咧摕菜时哈，因为最近的传染病毒也蛮多，咱摕菜时不要讲话哈，这阮中间也有咱的同工会互相提醒。第二项，请第一叫的行讲，尽量不要在。还没结束有打包的行为哈，这样嘛要来提醒。那因为结束了，有剩的食食，我们会爱餐组会一包一包打包给需要的人。再来就是所以咱看咱有很美好的享受，咱的爱餐感恩节爱餐感谢所有提供食物以及来参与也是奉献的兄弟姊妹。过来，咱要来报告是，咱大家伫周报看到圣诞节期的活动吼，这嘛是重要的消息，已经有海报伫咧呢教会的迄个所有团契各方面的迄个群组吼。12月15下晡4点到5点半，有社区的报家因要伫咧大中区吼，中山区的大。咱这是银华族好厝边，伊毋是咱会友，但是因欢喜要来咱去甲。来甲伊报家因对传福音吼，咱的兄弟姊妹欢迎恁来参与。12月22号就是咱每年一度重要的圣诞爱餐吼，咱的这节目咱爱记起来吼，咱的群主嘛有伫9点半，12月20号是圣诞赞美礼拜，嘛圣礼典，若要洗礼，甲牧师来报名。下晡2点半，共款有圣诞舞会，咱各团体拢有咧开始准备吼，来欢庆咱的圣诞。咱会记咱来请咱的好朋友、亲情，也是福音的朋友来参加。过来5点半，圣诞爱宴吼，甲摸彩，咱共款伫咧马来亚餐厅吼，因为马来亚我去看，只有伊即个餐厅会当咱整个教会都整体吼，然后所以。无有像海霸王，有柱子这样子，咱无法度来进行有关像晚宴也是摸彩毋忙讲，咱欢迎同住家人甲福音朋友来参与吼。要报告的是，我这是关怀部的是讲，咱一个人最多只能一桌吼，就是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订一桌，就是你厝内底人甲你的亲福音的朋友吼。咱因为物价上涨吼，马来亚嘛是甲咱涨价吼，所以我们。开会，咱中级开会，咱今年就是每个人，大人是要400块，要读册的国小每个人200，所以伊今日开始伫爱餐食饭中间，恁就会使来登记吼。搁另外一项都也欢迎咱兄弟姊妹会当来提供吼，咱这是全新的摸彩礼品或礼金啦。不过我觉得就是你最好是不要拿旧的哈，还是你新的。礼物那没有拆过的那是好的，但也不能是那个什么股票是
赠送的那种礼品。那我们希望能够，我们会有同工来稍微检视一下，拿来做包装编号吼。啊，是讲你来请阮来买嘛会使吼。这项代志请甲大家兄弟姊妹来报告咱圣诞节的代志。过来第四项吼，就是圣诞歌吼。圣诞歌有2款吼，咱去年就开始改种6盒的大方盒，每一盒是35块。这个看起来比较漂亮啊，也好看。你若要，那我吼拢尽善伫阮遐个社区大楼的管理员，也是我以前上班的管理员。那一些没有信主的邻居这是我啦吼。所以你若有想要送这，也是要你会使订啊，教会了嘛会送一人一盒吼。若有需要私人买，也是要买古早迄种传统式的盐梅啦、绿豆吼，迄个盐，迄个3种口味嘛是会使订。咱干事遐有准，迄是一盒20块。你若要订的，请咱去柜台甲干事登记。时间会去哦，到12月初1就要来截止吼希望大家来配合。第5项就是信爱餐的认线吼，一个单位3000块。这个逐礼拜拢有咧报告我有算过吼，我们可能还有20个空格还没有完吼，这比去年敢若有较稍微差一点吼。毋茫讲，我们就是尽量鼓励吼，若有感动，当你享受爱餐，甲大家交陪时，是，即便你无参与，你嘛感觉教会有即种是真好的代志，请你来认线。第6就是2024年咱教会补助款，咱这国团嘅会长甲辅导爱来注意12月初1最后申请的时间。第7项就是2024年9月、10月财务报表已经公布吼，请咱家去看。团契消息12月初6 9点半，上年团契要参加北中上年部38届会员大会，伫马街高楼，风险明细，请咱家去看，然后订单甲咱的会计来订记。以上。好，牧师做一个补充，第2点，咱看第4点后壁面，爱餐，今日是爱餐了后，咱要进行圣诞的布置。那圣诞布置的分配区域已经放在我们教会团契的赖群组里面。你只要有在赖群组里面，你就会看到你的位置，好，你的分配。那也请所有的弟兄姐妹留下来帮忙你的会长，不要留着会长一个人在那边很辛苦、很孤单在那边布置。好，请大家一起配合协助会长布置所属的区域。好，宜雄。什么？对，那个对啦，对，现在那个我们有改了，这边没有写到，是站位的人每个人400块，若是读国小的，每一个人200块吼。我拄仔有讲就是，这个位要拿掉了吼，位就就是站位大人400块，读小学的200块。没啦，不是，长职会是还没有读小学，就是幼稚园以下，你是大班、中班、小班，如果你有站位，你就要缴200块。那就没错啊。你如果像那种不站位的，好像那种比如说像凯阳那一种，他可能不站位抱在身上了，那个就不用缴钱。是哦，对。你只要有读小学，都是400块，都算是成人价。好，修华一雄，现在我们小学生的口味也很大了，他吃的比大人可能还多。哈。就只要有站位的，就是成人缴400块。那还没有就读国小的，比如说大班，他的食量也很大，他要站位，那就200块。安内有了解不？安内有了解，所以安内有了解哈，就是大班只有站位需要缴钱，那我分2个价钱，哈，国小以上400块，国小以下200块。就是尚未读国小的，就是200块。如果是没有读国小，有啦，淑花姐有听懂啦哈，安内听问不懂的话再私下问哈。如果你有站位，就是需要缴200块，就这样哈。安内有了解哈。好。
好，歹势，咱即马来看，来请吟上吟51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请会众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家庭同在，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今日聚会到这，请咱较等落去楼骹，咱今仔有感恩节大餐，请咱做伙来交杯使用。